在咧台中有一个生出来灵宝，顶年底涉嫌虐待一个1岁外的查某囡仔，经过抢救24天，有关是死亡。检方甲这灵宝起诉，经过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了后，经中道是一审宣判，依照成年人故意对儿童伤害致死等罪，判这生出来灵宝9年3个月。不过囡仔的爸母是真不服，认为判了伤过轻，也强调讲因一定要上诉。我很悲伤啊，然后我也很愤怒。想到查某囝桃仔李小姐是挡袂牢哭出来。2022年11月，伊当阵才拄满1岁的桃仔，互生出来灵母苦毒紧急送病院，经过抢救24天，共款是因为受伤伤重过身，死因是受力性脑伤。生出来灵母互移送法办，18中昼，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一审宣判，生出来灵母互判9年3个月有期徒刑。但是桃仔的爸爸妈妈认为讲实在是判伤轻，无法度接受。我们无法接受这样子的刑度，所以我们一定会再上诉。虽然不知道上诉还能不能再加重这个刑度，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为我的孩子争取公道。桃仔的爸爸妈妈本来是希望国民法官会当判无期徒刑，因为这生出来的灵母伫案发了后是甲监视器的画面拢拆掉，而且对精神期间甲当拢无承认苦毒囡仔，完全无后悔的意思。因认为国民法官伫短时间内是无法度完全了解规个案件，才会判遮轻。台中地方法院是表示讲，国民法官已经参考斟酌相关的条件。本件国民法庭量刑的主要理由是基于被告造成1岁孩童的死亡。犯罪行为恶性重大，且犯后仍然否认犯行，未见悔悟之心。另外参酌相关的科刑条件，作出以上的判决。台中地院讲，9年3个月的刑期是包括成年人故意对囡仔伤害罪和成年人故意对囡仔伤害致死罪，佮判生出来灵母3个月和9年的徒刑。桃仔的爸爸妈妈强调一定会上诉，无希望这种灵母佮去危害佮较侪囡仔。记者综合报道。